师傅熟练的加糖，不断的洗白二甲，油成糖丝了后，加一段一段，就是龙鬚糖。这项传统技艺随着时代变迁，已经愈来愈少看到。因此，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、台南市儿童以及少年代表协会，就特别来办理工作坊，让青少年朋友手作体验。手很酸，蛮难的，因为那个粗细很难抓。这一开始要把它弄开的那一下真的很难，因为非常的硬。现在很多青少年可能对龙须糖都很陌生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工作的部分呢，让青少年能够体验到龙须糖的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文化的部分。台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外，还有长度之称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龙鬚糖手作的过程，启发青少年对着传统技艺的兴趣，体验古早生活的艰苦。龙鬚糖师傅嘛非常欢喜，会当把这项技艺传承落去。因为会的人呢，大概不愿意教，所以说慢慢的就比较越来越少看到。很开心，希望说他们可以知道这个糖有这个糖，甚至于知道它怎么做。那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在暑假期间好好的善用自己的时间，那参与各项有意义的身心的一个娱乐活动。社会局表示肯定，在暑假期间，让青少年多多接触传统技艺，认识无同的文化，培养青少年对台湾文化的理解甲尊重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